准备，好吗？我们一起来全场倒计时，5、4、3、2、1，祝贺！签约成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双方的签约成功呢表示祝贺。啊，请合影留个纪念。好，谢谢。那请云海红会长留步啊，其他领导呢先移步回座。云会长，您这一次来到我们的美丽的大美惠州啊，可不仅仅只是来见证我们的签约哦，更是我们工商联的香港活地图。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人都今天都很想听一听您分享一下香港的一些商机，好吗？来，我们掌声欢迎各位领导。我的普通话不行，所以就說廣東話好唔好？好。尊敬嘅張琪常委，尊敬嘅葉景雄主席、藍偉健書記，各位市領導，各位來賓，你哋好。嗱，今日咧係非常榮幸能夠與惠州市惠城區工商業聯繫會總商會簽署呢一份交流合作個框架協議。在此，我謹代表香港大中華中小嘅商會，向惠城區工商聯各位同仁表示衷心嘅感謝。嗱，呢一份協議簽署咧，唔僅係兩地商會嘅友好合作嘅見證，更是我們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重要嘅一步。我哋相信，通過雙方緊密嘅合作，必為兩地嘅中小企搭建更廣闊嘅發展平台，促進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實現互利共贏。我們深信，建立全面、緊密、長期嘅合作關係，去將雙方帶來咗豐厚嘅回報。通過資源共享、經驗交流同埋市場嘅合作，我們共同提升競爭力，實現共同發展。喺未來嘅合作中，我們期待能夠探索更多創新合作嘅模式。在未來嘅合作中，我哋期望確保雙方各自各嘅領域都得到受益。最後，我再次感謝惠城區工商聯嘅信任同埋支持，也感謝各位來賓嘅見證，祝願我哋嘅合作圓滿成功，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事業興旺、家庭幸福。多謝各位。